台南第一间以菜小甲收成为特色的牛排餐厅，伫9月底试营运以来，平时啊都8成的人客，那假日拢是客满。加上防疫有成，目前学校南科甲药厂顶50人到100人，每一人消费超过2000块的订单嘛愈来愈多。所以因选定12月22同齐即天正式开幕，嘛要来做公益回馈。除了宴请50位弱势离小家庭，会中阁加码提供100张餐券，要互社区服务的弱势家庭来响应。伫开幕仪式当中，各界贵宾以弄花金卵向前开市大吉，业绩长红，并祝福满满。祝福我们木火柴烧牛排餐厅，里面有祝福语，我们要把祝福语。希望今天能有市长、副市长的抛砖引玉及远东集团徐总经理的见证下，使更多的人投入社会公益，更多的团体投入社会公益活动，更同时希望我们木火柴烧牛排能够从台南远东百货成功店出发，望远全台湾。会中市长夫人刘玉珍以公益志工身份嘛到场，对业者善行表达感恩。市长委托嘛伫开幕式最后赶到位，甲所有贵宾留念，表达祝福。我们今天能够共同来见证木火牛排他所做的这样子的许多的善事，还有包括捐赠100张餐券，还有邀请我们这个偏乡的同学一起来享用美食哈。那我们也来庆贺他的风风火火哦，木上加火加风哈，这个就是太好了。那也祝福所有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平安喜乐，木火牛排生意兴隆，宏兔大展啊！各位长官贵宾，我祝福我们徐总经理，还有远东百货各位长官，大家都顺顺利利鸿运大开。伫当这甲岁末的时节，社会局会牵线，互弱势家庭有机会当响应爱心企业的圣诞大餐，嘛好有更较侪团体共同来响应，持续创造幸福大台南。咱的新闻，阮是何秋芳采访报道。